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县举办着控肉饭节，只要到选出来的20间的店家食控肉饭食过一轮，就会当来换纪念碗甲锁匙圈啊。结果这个活动才开始10天，300个纪念碗都已经互换了咯。网络顶甚至有人咧卖纪念碗甲锁匙圈的组合，一组是卖到2000块。 生活内底有芳广讲的控肉规碗白饭，配一底控肉，这经典的控肉饭芳上桌，乡亲食甲真满意。除了会当食美食，阁有礼物通摕。中华控肉饭节有推出收集囡仔活动，只要乡亲去控肉饭店食饭当囡仔，当满20个就当换控肉饭的纪念碗。这10天尔，300纪念碗换了，有人摕出来面。 写讲控肉饭的锁匙圈加上古城的纪念碗，一个组合要2000块，这是要连食20碗，才会当换到纪念品。有人感觉讲这若卖掉的真无彩。2000块还卖掉，2000块那有啥物对吧？我是觉得不好留下做纪念。不会留作纪念。 有换到这个纪念碗的张先是10天内就当20个囡仔，碗顶佫有印控世英雄4字表扬。伊讲连续过来讲3顿拢食控肉饭。所以你吃了几天3餐都是控肉？大概有5、6天。5、6天了，会不会很吓到啊？这个给他。有一点。控肉饭纪念碗伤过热门，无偌久就互换了去啊！县政府讲无一定会加码，就要看后届规划，嘛呼吁乡亲唔通伫网络底卖，毕竟食20碗的控肉饭，才会当换到纪念碗。错过这摆，后摆无一定有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